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現實生活中嘅經濟學系列。喺1987年嘅香港電影《秋天的童話》裏邊，男女主角喺別離嘅時候贈送咗禮物俾對方，佢哋都唔知道送俾自己嘅禮物係乜嘢，直到打開禮物嘅嗰一刻，男主角買咗自己心愛嘅二手車，購買咗一個能夠匹配女主角金錶嘅禮物，一條白金錶鏈，送俾咗女主角。而女主角則係把自己珍藏多年嘅金錶送咗俾男主角。冇咗金錶，咁樣錶鏈就失去咗佢嘅使用價值。How much? That's $800. Come. 13妹啊，13妹，送俾你嘅。我有啲禮物送俾你啊！我哋可以使用博弈論當中嘅收益矩陣嚟描述呢個故事，分析男女主角嘅行為。收益矩陣係把每個博弈參與者嘅選擇同對應每個選擇嘅收益寫成一個矩陣形式，分析個體獲得收益最大化嘅理性行為。雙方嘅理性選擇組合被稱為 Nash 均衡。故事當中嘅男主角叫做船頭尺，女主角叫做13妹。假設船頭尺有兩個選擇，送出錶鏈或者唔送出錶鏈。假設13妹亦都有兩個選擇，送出金錶或者唔送金錶。我哋把對應嘅收益寫落嚟。如果佢哋都唔送禮物俾對方，咁兩個人嘅收益都係零。如果佢哋都同時送禮物俾對方，咁樣由於禮物失去咗使用價值，兩個人嘅收益都係-1。如果船頭尺送咗錶鏈俾13妹，而13妹冇送金錶俾船頭尺，咁樣13妹嘅金錶就有咗匹配嘅錶鏈，13妹嘅收益就係3。船頭尺亦都會滿足收益為1。